有100多年历史的新竹市立幼稚园，2年前因为这建筑不伤过久，决定原地重启，却因为疫情加工资起价关系，工程发包遇到困难，流标四解。今年初总算顺利发包，昨夜举行开工典礼，按算2年后完工，通好加收100外学生。第一场工程顺利。等待900外工的时间，幼稚园重启的工程总算顺利开工。过去这2年外的时间，幼稚园的囡仔拢是去别间幼稚园借教室上课，实在真无方便。即马听到学校特别重启，大家拢真欢喜。我们幼儿园要重建的很开心，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了。对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校舍呢，可以以全新的风貌带给大家更优质的教育品质。我是觉得，如果它改建以后，带来这一边的繁荣、环境卫生都很好。在1923年创立的新竹市立幼稚园，到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市府2年前计划以1.3亿准备在原地重启，因为当着疫情加上原料价小大起，拢无人来标工程。后来预算加到3.2亿，才顺利开工。真的等了很久，那我们非常期待有新的校舍，那在就是这么完善，然后符合孩子需求的校舍里面进行课程、进行活动。非常的感谢中央教育部补助，包含1亿5千万的部分，那也由市库呢来补助大概1亿7千万的部分，总计加起来3亿2千万的这个经费工程预算来完成这个新竹市幼相关的一个工程。那希望说未来我们在115年7月的时候，希望可以如期如职的来完工。新竹市政府表示，工程按算会在2年完成。未来完工了后，拢总会有13间教室新增加5个班，招生人数会对原本的218人增加到收312个学生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